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豆干糋台语安尼写豆干糋，油豆腐就是豆干糋，就是用油炸过的豆腐。豆干糋的糋就是华语的炸。做囡仔的时阵，上爱食阿母糋的番薯糋，阿母嘛会甲肉生生的落用糋的，这个肉糋真香真好食。另外到过年时啊，上界期待的点心就是糋甜粿。这过年敬神拜祖先，一定爱拜甜粿，讲甜粿对年。甜粿就是年糕，甜粿裹这个米粉落糋，有够好食。另外一种用米粉做的，嘛是落用糋的点心，嘛是真侪人的最爱，就是马花糋。有的地头讲是马蹄糋。这个马花糋就是双胞胎，嘛有人讲是两相好，讲是为福州传过来台湾的小食面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豆干糋实在真趣味。